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媒体人陈文茜，伫个面册炮轰着指挥中心，讲伊朋友的囡仔确诊去看医生，但是敢若摕到止痛药啊，尔，讲迄种专门咧治疗着新冠病毒的瑞德西韦甲辉瑞的口服药拢摕无。这陈文茜是炮轰政府无顾人权，也毋过去有这个感染科的医师临时撇甲洗面，讲要骂吼嘛骂较有水准的，讲这个辉瑞口服药必须爱满12岁，而且是高风险的族群才会当来使用。讲这个标准，全世界拢同款，毋是只有台湾特别严格。本土确诊数字哪来哪济？指挥中心逐工公布中重症的案例。媒体人陈文茜就伫面册报文，讲一个朋友的囡仔无到9岁倒着病毒，去病院煞讲摕着止痛药啊，专门治疗新冠的瑞德西韦含辉瑞 Paxlovid 拢无。不过这个讲法就去予感染科医师临时表背回，批评陈文茜的讲法唔对，嘛无水准，因为 Paxlovid 爱12岁以上才会当食。陈文茜讲的案例根本无符合资格。美国拜登政府是在3月推出了一个 Test and Treat， 合乎高风险变成重症的民众，他才会给你这个药。这跟我刚刚念的这一堆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条件，台湾没有故意设严格。指挥中心嘛宣布，已经把这款辉瑞药啊发予合作的西药房，未来确诊者居家照护，若是符合条件，就有机会当食到。不过正确免怎食，专家嘛来说明。Paxlovid 一般它使用的时机是在发病的前5天内使用，开放给高风险的族群，年纪大的，有一些糖尿病、心脏血管疾病、有肺部疾病的。随确诊数字愈来愈多，政策随时咧调整，民众难免会烦恼。不过面对疫情，嘛是较冷静咧，有正确的资讯，才能好好对抗病毒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